文藝講呢啲，林兆斌。今期嘅標題係謝賢與少林足球。要話邊一位香港影壇巨星能夠將大佬氣場從黑白片時代一直帶到千禧年，而且活得灑脫不羈，除咗最近離世嘅四哥謝賢，恐怕再冇其他人啦。謝賢早年眉清目秀，係風靡全港嘅奶油小生，更曾經創辦公司擔任導演、投資，並且主演咗香港第一部電視劇《蕭十一郎》，成為無數女性嘅夢中情人。喺謝賢嘅巔峰時期，佢嘅片酬高到令人咋舌。據講拍一部戲嘅酬勞就能夠買香港一棟樓。佢曾經得意地回憶話，當年九龍塘一間屋先15萬，而佢一年係要拍10幾部戲嘅。佢喺圈內嘅地位崇高到連周潤發、成龍甚至李小龍見到佢都要不恭不敬，拍合照嘅時候會自動讓出中間個位。佢曾經豪擲4000萬投資酒吧，雖然3年賠光，但係佢亦淡然處之，自嘲話如果攞咗呢一筆錢去上海買地，而家嘅身家恐怕超越馬雲啦。呢種揮金如土、遊戲人間嘅態度，正係謝賢一生大佬風範嘅寫照。時光撥翻去2000年，周星馳正在籌拍《少林足球》，當時因為行業糾紛，投資方接連撤資，全片預算只係大約1000萬港幣。由邊個出演大反派強雄呢？星爺諗起咗已經息影多年嘅謝賢。為咗邀請呢位大人物，周星馳開出咗100萬港幣嘅片酬，喺呢一個當時緊縮嘅預算裏邊，已經係全組最高噶啦。相比之下，陸師兄林子聰等咗3個月，全身拉傷晒，都只係得到1.5萬。但係呢100萬喺謝賢眼裏邊，卻係個笑話。佢淡然婉拒，仲笑稱呢啲錢都唔夠我俾女朋友買一個包，連攝牙罅都唔夠啊！面對拒絕，周星馳搬出咗最後武器陳國坤。周星馳曾經喺咖啡館偶遇長相好似佢偶像李小龍嘅陳國坤，仲將佢簽入公司，立志要喺電影裏邊致敬偶像。而謝賢同李小龍就係相交多年嘅摯友，兩個人經常一齊切磋拍攝技術。當周星馳第3次登門，佢帶住穿上咗經典黃色運動裝，好似李小龍轉世嘅陳國坤出現喺謝賢面前嘅時候，呢位老牌大佬被深深打動咗。當佢知道劇組資金困難，而且係為咗致敬老友李小龍嘅時候，謝賢當場豪爽表態話：我零片酬出演。呢啲就係老一輩影人嘅風骨啦。錢可以唔賺，但係情義2個字千金難買。謝賢塑造咗港產片史上極具辨識度嘅反派強雄，帶住墨超舉手投足之間嗰種傲慢同跋扈，完美平衡咗喜劇嘅戲謔同大佬嘅冷酷。好經典嘅一幕係強雄踩住吳孟達個頭擦鞋。最初謝賢顧及演員尊嚴，曾經建議刪除。但係吳孟達為咗戲劇真實感，堅持要拍。謝賢展現出專業素養，完成咗呢一場張力十足嘅對手戲。另外，佢喺片裏邊嗰句仲有球證、旁證、足協、足總、足委，全部都係我嘅人，點同我鬥啊？呢啲金句至今仍然被無數網民廣傳。少林足球喺香港大獲成功。雖然因為片名爭議未能夠正式喺大陸上映，成為咗星爺嘅一大遺憾，但係謝賢嘅表演已經成為咗影迷心裏邊嘅永恆經典。2019年謝賢獲頒終身成就獎，再憑2021年殺出個黃昏首封影帝。呢個唔單止係對佢半生演業生涯嘅嘉獎，更係對佢呢一種重情重義、專業至上嘅老派影人精神嘅肯定。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嘅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係促進糾正或取消呢啲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